小蜜姐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刚好，你来试试看这味道怎么样？哇，好香哦！哎，今天嘴边为什么剩这么多？特地留给我儿子吃的啦。哇，真的。怎样？成功了吗？成功了吗？怎样？怎么跟爸煮的这么像？很像啊。这样以后想他的时候就可以煮啦。去前面吃，走。